敬德，天白的囡仔毋免惊，请曾牧师。亲爱的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伫直播头前的亲爱的姊妹，也愿恁平安。所听的姊妹，伫疫情的中间，咱大家好吗？检查咱中间有人已经度过迄个感染，检查咱的亲人中间，即摆嘛有人还阁咧居家隔离。检查咱不止伫疫情的中间，咱受到影响。其实，伫这2年来，我一直感觉，这个疫情对真侪基督徒来讲是一个考验，毋是干那病毒，甲流感较严重一点啊。但是其实伫信仰的灵魂的内底，有时咱所拄着的感染，就是这个世间侪似是而非，遐个灵魂的黑暗对咱的搅扰。所以，亲爱的姊妹。咱若知咱身边有受苦艰苦的兄弟姊妹，请咱大家迫切互相代祷，因为今仔日咱健康，检查明仔载咱会破病。今仔咱的亲人、当时的兄弟姊妹，因有心内苦楚受搅扰，咱就注意代祷陪伴。兄弟姊妹毋通看轻祈祷的重要。愿天父上帝甲咱三角地带。伫咱三离开的时，咱心中还阁有彼此。感谢上帝，咱的教会虽然伫即届疫情有受影响，但是做弟兄姊妹，咱心中犹原还阁相结连。咱伫重要的时刻，咱还阁会相找，咱还阁会相联络，咱还会相提出咱彼此所需要代祷的要求。所听的姊妹，愿天顶的上帝看顾咱。伫伊的保守中间，无有一个人失去上帝所赏赐咱充充足足的恩典。就记得保罗所讲，无任何的事，无任何的人，无论天顶地下，拢袂通计当天父上帝对咱的疼。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同心伫主的面前，用较好的心，用敬虔，无论是诗歌，无论是祈祷。无论是对圣经的话，无论是听牧师分享伫圣经中间的感动，愿天父上帝对天顶赐落伊的开力，就亲像今仔日咱要领受这个但以理伊所得到的祝福。然后咱伫主耶稣基督的面前，咱做伙伸出双手讲：主耶稣，我要领受你的圣餐。主耶稣，你的圣餐毋是干那一块小小一块饼。主耶稣，你的圣餐毋是干那一杯小小的葡萄汁。主耶稣，就是你的活命，就是你的气力，愿你降临伫阮的中间。所听的姊妹，咱做伙同心来祈祷。是阮所服的上帝，你早伫地，今仔日伫地，将来也永远伫地。阮每一摆读圣经的时，拢是纪念。上帝，你伫过去所做一切救恩甲奇妙，无论是对但以理，伊伫禁者祈祷中间所对你领受天使带来迄种生命重新得到开力，或者阮的主耶稣基督甲伊的学生伫马太第10章内底所讲应允的话，主啊，互阮听见你对你的学生所讲温柔甜蜜的声。你甲因讲，我所亲爱的朋友，主啊，今仔日阮所吟的诗歌，最好朋友就是耶稣，就是阮心内较无甲祈祷。主耶稣，互阮伫今仔日的礼拜中间，静静听主你的话，因为你的话一讲出，阮就有开力。主啊，阮伫你的面前要静静来领受，愿主你不但将你的话，也将你的圣神，以及将主耶稣基督给我的活命。就丰丰富富放伫阮众人的中间，互阮伫今仔日的礼拜的中间，真正得到帮助，灵得到精英。阮伫你的面前，用听候较无的心，
愿你发出阮的恳求。主啊，你是一个听人祈祷的上帝。但阮要讲起你伫但以理典卷所做奇妙的事，也愿阮所讲这个见证，也加做一个活活，加做一个活活救恩的应允伫阮中间。阮伫你面前安尼同心祈祷，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所听的姊妹，今仔日咱所读的圣经，拢是第10章。无论是伫旧约但以理书第10章、路加第10章，足好记，拢是第10章。这两段新旧约的圣经，拢讲起同一种的主题。所听兄弟姊妹，这两段的圣经拢讲到应允。我师鼓励咱伫今仔日礼拜了后，接续今仔日圣神伫礼拜中间所互你的感动，就去用这两段的圣经对头到尾，上少第10章。恁对头到尾甲读过，因为今仔日咱所读的只不过是这段圣经中间的一个焦点、一个精华。但是更加要紧，所听兄弟姊妹，咱来知影伫这个过程中间，到底是什么种的情景的中间，上帝做了奇妙的事。愿咱伫伊的面前，咱知影这段圣经中间咧讲起，上帝伫患难中用伊的话来扶持帮助咱。上帝伫患难中用伊的话来扶持帮助咱，无论是但以理通过21天的禁食祈祷，上帝差天使来到但以理的身边。但以理为着将来所要发生的代志，因为但以理面对的就是一个国家的动乱，若要用一个譬如，就是以色列人的战国时期，以色列人所拄着改朝换王。就是迄个一代巴比伦个波斯的国王，一代一代伫战乱的中间，犹太人受到战争的苦楚，甲受到人的吞踏。所以但以理为着伊的将来，克己家己，刻苦家己，其实就是谦卑伫上帝的面前，食袂落，啉袂落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咱知影讲，伫咱的人生中间，嘛有这种的苦境。就是当咱拄着人生的艰难的时，咱毋知要怎样，食袂落，啉袂落，只有流目屎，靠赖上帝。但以理毋是一个失去信心的人，所以上帝伫伊的怜悯的中间，这个故事就成做咱的一个真要紧的启示。上帝伫人的患难中听人的祈祷，上帝是一个怜悯人、知影人的轻重的上帝，所以上帝就差遣伊的天使。下手伫但以理，下手伫但以理，下手伫但以理的心内，将伊的话，互人有开力。所以兄弟姊妹，这是咱今仔日祈祷的根据。咱甲上帝讲：主啊，当我伫患难中，求你对我讲话。马太福音第10章，真水的一段经文。咱若无注意读，咱真紧就读过，感觉没有什么风花雪月，还是讲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剧情。但是兄弟姊妹，伫马太福音第10章这段短短的话中间，包含一个足甜蜜两项代志。第一，耶稣称伊的学生讲：“我所亲爱的朋友。”所以兄弟姊妹，耶稣无称咱做伊的奴仆，耶稣无称咱做伊的学生。耶稣伫这个所在，甲伊的学生讲：“我的亲爱的朋友们。”伫这个所在，这个朋友是用复数多数。你我咱就是耶稣所听，伊是咱最好朋友。所以兄弟姊妹，今咱所吟的诗歌，普通时其实伫礼拜中间咱无真接唱，但这条诗歌咱拢足熟。咱来甲主耶稣讲：主耶稣，我感谢你。可能朋友会离开我，亲人会离开我，父母会离开我，但是独独主耶稣，你永远甲我相合伫地。愿天父上帝伫咱患难中，咱听见耶稣所讲的话。这中间今仔日的圣经第10章的中间，耶稣佫讲第2句话，佫较甜蜜。耶稣讲：我伫暗中甲你讲的话，我拍伫你的耳孔。哇，台语足水！这原文台语的翻译比和本佫较接近圣经的原意。耶稣是啥物？耶稣讲：我亲像足亲密的朋友，轻轻拍伫你的耳孔，对你讲话。英语讲 murmur， 就是安喃喃足细声，伫你耳孔边所甲你讲的话。所以这段圣经
嘛表明出来另外一种的隐喻。隐喻就是讲，伊虽然无亲像圣经伫但以理第10章，圣经讲我足清楚讲，上帝听见你的祈祷，我一听见你的祈祷，我就来。虽然路加耶稣伫这个所在马太福音第10章，耶稣并无讲我听到你的祈祷，但是耶稣讲我伫暗中对你讲话，意思就是讲你伫乌天暗地，伫你的心内心孤单。你发现你的人生头前毋知何去何从，无望望。耶稣所讲的暗中，就是人若伫心内有苦、孤单，毋知要安怎的时阵，亲爱的主耶稣伫孤单的人，伊暗中伫咱心中的密室，伫咱心内即个温密孤单的即个自我，耶稣来对咱讲话。所以，弟兄姊妹，愿咱对今仔即个圣经。咱甲主耶稣讲，主耶稣，我感谢你。阿免啊，主耶稣，2000年后，我永远听到你的话。主耶稣，你有讲真多的讲道，伫马太福音第10章的头前，耶稣甲伊学生了后，耶稣佮甲伊接线，甲伊讲的这个话，就是恁是上帝的宝贝啊！恁是上帝的宝贝，毋免惊，因为恁的头毛，连恁的头毛，上帝嘛算过。啊，这句话到底什么意思？上帝遮尔无聊，亲像狗母咧甲狗仔囝掠杀母上，头壳绕绕有无？你捌看过迄个动作？狗山的妈妈会甲伊的囝咧变，毋是呢，上帝毋是这个意思。咱小古有一句话讲：如果你的爸爸妈妈保护你，就没有人敢动你一根汗毛。恁敢会记这句小古？无人会当动你一支抠门啊！汗毛就是真幼的迄个毛，伫咱的生命中间，任何一支毛，咱的上帝甲咱算过的意思就是上帝保守咱，连一支头毛就无拍甲了。所以耶稣讲，恁的贵重减无比切椒啊，较贵重嘛。这就是譬如，但是这就是主耶稣基督所讲的真宝贝应允。所听兄弟姊妹，愿咱对但以理的祈祷，21天禁食祈祷。所听兄弟姊妹，伫这个所在表明但以理，伊对上帝的渴慕，伊伫患难中间对上帝倚靠。咱拢知影，但以理是一个大大得着上帝欢喜的一个青年。伊敬上帝，因为敬畏上帝，所以伊就无惊东惊西。我阁讲一摆。咱就伫今仔日个礼拜，甲上帝讨讲，主啊，互我因为敬畏你，我的心中就无惊吓。阿免吗？所以互我因为敬畏你，我就知影，无论大风大影，任何黑暗关系，因为你，我就无搁再惊吓。所以今仔圣经两段圣经的中间拢有讲，愿恁平安，无你惊，愿恁平安。所以上惊的毋是疫情。因为主耶稣讲，毋免惊遐伤害肉体，独独就惊迄个伤害灵魂的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个礼拜，因为上帝的同在，心就无惊吓。旧约的上间讲到，不要惧怕，不要害怕。通常背后拢讲到一个真要紧的理由，就是上帝甲咱三角地带。上帝的百姓无惊吓，上帝的囝儿无惊吓，无得惊。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上帝甲你同在，上帝做你的盾牌，上帝做你的拯救，上帝做你的开拓。兄弟姊妹，咱读真侪这种的应允的话，有时咱甲当作是剧情过程的中间的一个形容词。兄弟姊妹，就要知，既然讲到上帝。拢毋是形容词，拢是应允。愿咱做伊的囝儿，咱读有圣经，读有圣经的意思就是讲，咱读了后，咱就深深知影，这句话的宝贝，就亲像今仔日但以理甲这个天使讲：“我的主啊，请讲；我的主啊，请讲。因为你若讲话，我就有开力。”兄弟姊妹，咱就伫上帝的面前敬虔讲。主啊，请讲，你的囝儿，你的查某囝，静静听。
所以听弟姊妹，愿天使，愿圣神，伫每一个恁较无上帝的安静的时刻的时，亲自讲话，互咱因为上帝的话有智慧，互咱因为上帝的话有气力。这就是今仔日咱三项伫圣经中间咱要做伙学习的信息。第一，咱爱一生坚持一项信心，就是我的上帝是听人祈祷的上帝。所以听兄弟姊妹，得时不得时拢爱祈祷，遥仪看路实际嘛爱祈祷。特别是伫你一帆风顺，感觉真车赢，逐项拢会合。你满满的信心，感觉伫你的能力的中间，无迄个无可能的。迄个时阵，愈特别爱小心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明白讲，上帝是一个监察人内心的上帝，上帝是一个暗耳孔听人祈祷的上帝。就像是今仔日的圣经但以理天使甲伊讲，上帝听到你的祈祷啊，你对头一日，你求明白，你对头一日求问上帝，我的将来会怎样？兄弟，顶礼拜佮顶礼拜，所有信息拢甲即种的祈祷有关系。我的将来会怎样？我的选择是什么？但伊哩选择伫上帝的面前，互上帝带领。兄弟姊妹，一摆佮一摆，伫礼拜中间，咱是咧建立咱甲上帝亲密的关系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。第二，我要甲兄弟姊妹分享，咱的上帝胜过咱的头毛，咱的上帝纪念但以理第21日中间，食袂落、啉袂落，心内会动甲吐气。这经文的记载伫背后有一种的图片，迄个图片就是咧甲咱讲起，但以理的上帝是一个怜悯的上帝。学生门徒的耶稣是一个亲密的至好朋友的耶稣。所以，兄弟姊妹，上帝因为伊的疼，伊真正知影咱的痛苦，伊知影咱的轻重。兄弟，特别是当你愈孤单的时，实际你感觉无人会当体贴你，你感觉无人会当知影你心内底的痛苦。兄弟姊妹，记得咱常常互相鼓励，讲一句话：主耶稣基督，上帝独生子，求你怜悯我。或者会记得这个祈祷：主耶稣基督，上帝独生子，求你怜悯我。因为咱的主耶稣看到人亲像无牧者的羊群，伊的心内就怜悯伊。伊会怜悯遐个人，今仔日耶稣嘛怜悯咱在座的人。所以伫咱即届疫情过程中间，咱无法度面对面，包括特别是听到什么人住院，2年来牧师真困难去陪伴伊。一摆红人，毋是即个红人，是黄红人建中的弟弟。伊转院转来转去，转倒来伫2027。我去甲伊探访，不得其门而入。迄个护士讲你要创啥？我讲我是即个患者的牧师，我敢会当看伊？伊讲疫情的中间，佮甲你讲袂使看。我说来说去，佮甲拜托，你敢会当敲电话甲伊即个护理站讲敢会使？伊讲甲你讲袂使就袂使。我嘛是头壳懵咧，兄弟姊妹，有真侪时阵，咱人甲人中间有咱的限制，咱做袂到。愿天父上帝用伊的怜悯来帮助。今仔日我甲咱做伙分享的第3个，就是爱会记得，常常将咱的信心建立伫上帝的话顶端。但你讲天使一发声、一出声讲话，我就有气力。这句话是咧表明讲，上帝的话，上帝的话毋是白纸黑字，上帝的话是多有权能的。现在你相信吗？对圣经头到圣经尾，既然讲到上帝的话，拢表示是活命能力。因为上帝讲要有光就光，上帝是用伊的话成就所有的一切的大事。伊毋要用伊的手甲镜头啊，上帝就讲话，
就智慧，就有活命甲能力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咱伫今仔日个礼拜，咱出咱的双手，咱甲上帝讨讲：主啊，你的话放伫我的手中；主啊，你的话放伫我的耳孔；主啊，你的话放伫我的心。就亲像你伫西奈山顶，你用你的镜头将你10条诫写伫迄个石盘顶悬，然后你想述好摩西甲以色列人。主啊，求你将你的话放伫阮的家庭、阮的家族、阮的家族甲即间教会。阮决断要用你的话做阮脚前的灯，做阮路上的光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。耶稣伫今仔日的马太，伊讲到心中的话。马太福音第10章，其实路加12章嘛有记载。路加的福音12章中间有的话，甲马太有小可无共款。咱若无注意读，其实会感觉妖异讲。同一个故事，耶稣讲的话是安怎两个人听起来头到尾无共款，无冲突。马太福音比较上有一种的隐喻，伊讲我伫暗中甲你讲的话，伫路加福音讲你伫暗中所讲的话，小可有无共款，但是马太福音更加容易表明耶稣基督伊的心意。所以牧师今日带咱读的是马太福音第10章。耶稣讲：“我伫暗中甲你讲的话，这是咧讲起我伫你流目屎，伫你关起来门关起来，无爱人叫叫你流目屎，我甲你讲的鼓励的话，有一日你要安怎？你要明中伫厝顶，就是公开来讲起。某一日我拄着艰难，我的主耶稣甲我讲鼓励的话，互我重新得力。”兄弟姊妹，耶稣伫这个所在讲暗中所讲的话，拍伫耳孔边所讲的话，这就是今仔日伫圣餐的中间要互咱的。圣餐毋是干那食落安尼尔，圣餐有一个属灵的意义。通过这个食会到、摸会到这个饼甲葡萄汁，咱领受迄个看袂到的耶稣基督，伊的属灵的活命、圣化、圣别伫咱的生命中。所以，请听耶稣所讲，马太无这句话，但是伫路加12章第4节，路加12章第4节，讲这段的故事伫路加中间有出现。耶稣甲伊讲：“朋友们，这个字伫犹太人咧讲的是带有一种的真亲密的 philios， 就是讲我的朋友、我的伙伴、我的生命的同伴。”伊伫迄个中间背后有一种亲密、三听的关系伫迄个中间。我将这句话送互咱兄弟姊妹，读互咱听，也愿咱听到耶稣拍伫咱的耳孔边，甲咱讲：我所听的兄弟姊妹，我所听的朋友，我所听天父的查某囝，无论老人囡仔，主耶稣传达咱的天父上帝会听。耶稣讲：毋免惊。毋免惊，伫咱人生中，有真侪时阵，咱会惊，是因为咱的能力无够；咱会惊，是因为咱对待将来的代志无明，咱毋知要怎样。就亲像但以理，伊伫21天祈祷的中间，心内有真侪，因为对将来要发生的代志，毋知影要安怎，所以天使甲伊讲：毋免惊，大得到宠爱的人。白话字讲宠爱啊，宠爱，大得到上帝怜悯的听，上帝用伊的听甲你破掉咧。所听的姊妹，愿天父上帝伫今仔日，嘛将这种的听放伫咱的内底。耶稣就甲伊的门徒讲：世事有一日有信仰的迫害，世事有一日会拄着死实艰难，世事有拄着一日会拄着攻击，毋免惊，因为你的头毛。连恁的天父上帝拢算过，若毋是上帝永远无将代志发生，那发生的代志，上帝的确是伊稳准，但是上帝嘛的确会扶持甲帮助。所以耶稣伫这个所在咧讲起上帝以马内利的帮助，所以头毛算过，毋是干那咱伫中文内底有这种的俗语，英语嘛有，伫古厝内。
狄更斯的足出名的小说的内底，伊就用英语讲着：那伤害你一支头毛，你头壳顶的一支头毛，就伤着我无温准。真水的一个，全世界拢有这种的通俗语伫生活中间的这种的感觉。伫这个所在，耶稣咧甲咱讲，无论任何黑暗关系，拢袂当伤害上帝的囝子。上帝亲像养母，用伊的实骨来保守照顾，叫做保护环保，甲咱保护，甲咱抱条咧。愿天父上帝甲咱撒下地底。那安尼今仔日个圣经所带互咱的，就是一个鼓励，就是一个应允。所以伫这个所在，咱爱注意真侪一个祈祷的基督徒。咱看见但以理伫今仔日个圣经第10章12节，伫这个所在，天使甲但以理讲：毋免惊，因为对第一节，你专心追求明白将来事，这是好本的翻译啦。但是伫白话字的圣经并无将来这两字，意思就是你注意要明白，其实嘛是同迄个意思，只是无将将来甲伊藏出来。所以牧师伫今仔日咱的台语的讲道中间，我有缘引用的就是汉字，互咱明白讲，上帝允准咱将咱的将来的事来问伊。特别牧师要甲这青年，甲恁祝福。恁通将恁将来要行的路问上帝。虽然检查恁已经知影，恁嘛有你家己想要行的方向，但是记得向着标杆直跑。迄个标杆毋是咱讲准算，是上帝定定。咱会当将咱的心意、恁的将来想要做啥，恁会当问上帝。但是伫上帝的计划中间，有时上帝甲恁调整，上帝未责备恁。那种民望遐尼大，未上帝爱咱问伊，到底咱的将来会怎样？伫这个所在，天使看见，天使讲：你伫上帝的面前刻苦家己，刻苦自身。这个原文的字是谦卑的意思。咱伫上帝的面前祈祷就谦卑，咱伫上帝的面前生活就谦卑。什么叫做谦卑？就是上帝，你做主。我听你的，行乎伫上帝的主权，军队上帝伊会带领。天使甲但以理讲，你所讲的话，这个字虽然无写讲是祈祷，但是伊的意思就是你的祈祷，上帝已经听见。上帝听见你的祈祷，我对天顶落来，嘛是因为你的祈祷。上帝听咱的祈祷，上帝临到伫咱的中间，圣神听咱的祈祷，圣神就甲咱撒到地底。愿天父上帝将今仔日但以理所得到这种的应允，兄弟姊妹，咱真做一个祷告蒙垂听的基督徒。我阁讲一摆，上帝听恁的祈祷，互恁对心中有一种欢喜的信心。你甲上帝讲，上帝感谢你，我是什么人？竟然连我的祈祷，你就听我的祈祷。愿天父上帝大大祝福所听的兄弟姊妹。咱中间无一个人例外，上帝袂只有听总牧师，上帝袂只有听长长老，上帝听咱每一个人。兄弟姊妹，毋通犹豫，就算做你感觉。你是一个毋是真完全的人，你嘛毋是一个真通达得上帝甲你疼惜的人，但是上帝嘛疼你。迄个理由是因为咱拢是上帝的囝子，咱拢是上帝的囝子，这是唯一的理由。所以天使甲伊讲，但以理伫这个所在有一个感动，就是当天使欢手伫我的嘴唇旁，天使扶伫我的身躯，伊就扑起来。用伊的骹头夫，用伊的手掌，就亲像安尼捡抱起来共款，微微啊离开伊的涂骹。圣经讲义出，就是当天使甲伊扶起来时，伊有感觉一种新的力量。所以兄弟姊妹，这就是重新得力。圣经讲如鹰展翅上腾，
当天使甲咱扶持的时，当圣神甲咱扶持的时，咱就要得到力量。所以听下这，上帝听咱的祈祷，耶稣嘛听咱的祈祷。愿咱伫困境的中间，咱对上帝讲：上帝，请讲。上帝啊，请你继续讲，搁再讲，不断讲。伫我一生中间，对我的少年到今仔日到将来，上帝啊，求你不断对我讲话。伫每一个时刻，伫每一天，对每一个日出，伫每一个暗暝，亲爱的天父上帝，我听袂厌，我听袂厌。上帝，你的话永远对我来讲是甘甜甲宝贝。愿咱享受上帝的话，愿咱伫上帝的面前通知影。咱来到新约马太福音第10章，拄则牧师已经有小可解说，这段圣经伫汉罗的圣经，巴克利牧师伊翻译做罗马字的圣经是安尼读，伊讲我伫暗中甲恁讲的第二句，拍耳孔，拍伫耳孔甲恁讲的，这两句话拢带含着真私密、真私人的、真亲密的，是量身定做的。耶稣对每一个人个别所讲的话，我私底下甲你讲的话，暗中的意思是讲我私底下甲你讲的话。所以听你姊妹，你敢捌私底下听过上帝的感动？我相信一定捌。只不过有当时咱唔知影迄是上帝讲话，咱称之为一种感动，也是第六感。咱一定捌听过上帝私底下甲咱讲的话，有时是上帝鼓励，有时是上帝的责备，有时是上帝的主动，有时是上帝所开迄个应允的。上帝的确捌伫你人生中间私底下对你讲的话。咱伫每一摆的礼拜，咱伫每一摆的灵修祈祷，拢是咧学习，哪来哪会晓听明白牧者的声？因为圣经讲，我的羊就认捌听我的声。愿天父上帝圣神帮助咱，会当听到主耶稣伫私底下拍伫咱耳孔边所讲的话。以利亚伫惊吓的崩坑内，上帝甲伊讲：你伫遮咧创啥？你出来，徛伫我的面前。以利亚出来，伫大风大影地动的中间，足大声吼，亲像咧单雷讲。伊讲上帝无伫遐的中间，但是伫即个声的背后，有一个微微轻轻的声，就是上帝的声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咱伫每一摆安静敬虔，咱听到上帝的声，听到主耶稣讲：亲爱的朋友，我所亲爱的同伴，是上帝所教予我的基督徒。所以兄弟姊妹，愿咱伫咱的内心听到咱的主耶稣的声讲：愿你平安。求主将伊安慰的话，主耶稣伊的扶持，将圣神所带来给我的快乐。亲爱的姊妹，开你的耳孔，开你的目睭，拍开你的心，拍开你的心，接受主耶稣。你讲牧师，我早就已经接受主耶稣。兄弟姊妹，爱完完全全接受主耶稣，好不好？咱甲主耶稣讲：主啊，我已经属你啊，但是我要更较完全来属于你。主耶稣求你用你的话，互我有快乐。主耶稣求你用你的话，互我重新重新得力。每一摆咱听讲道的目的，就是要鼓励咱离开黑暗，进入光明。每一摆咱听上帝的话，伫讲道中间，无论对一个牧师、牧者伊所讲的话，拢是要用上帝的话，就亲自一个垃圾放伫咱的心内，互咱的心中有光。求天父上帝的天使，甲咱世界地地。所以听弟兄们，愿咱学习但以理，好无？咱学习但以理，咱出做咱的双手讲：主啊，请讲，你的罗卜静静听。亲像但以理，亲像撒母耳，主啊，请讲，
你的落幕静静听，因为你的话互我有开力。主啊，将咱的家庭交给主，互上帝的话来重新起造咱的家庭，互咱的家庭有上帝的荣光。都来到最后一个结论，愿咱正向的姊妹因为敬畏上帝，咱就敬畏上帝，无惊这个世间。因为敬畏上帝，就拥有心中无所惧。心中无所惧，主啊，你保守的心头，无人会当拍开；你所关的门，无人能开；你所开的门，无人会当关。主啊，你伫我的生命中间掌权，所以黑暗的关系，甲我伫人生中间拄到大风大影，主你的确，主你的确，主你的确保守我。我虽然行过死命的山谷，也毋惊灾害。这就是咱今日所念的第一首诗。咱真少用这首诗做第一摆，咱就做礼拜的中间的第一首诗。因为做礼拜第一首诗，通常教会拢会用上用，就是俄勒最开始。但是今仔日咱用诗篇23篇圣诗第6首，就是用这首诗来宣告。耶和华就是咱的牧者，耶和华就是引带咱对日出到日落，对少年到年老，对这世到世间的路尾。所听的弟兄们，愿恁心中无所惧。所以约翰卫斯理牧师讲：主啊，求你想视我，什么拢无爱，敢若爱上帝的心。主啊，求你想视我，什么拢唔惊。只有敬畏你的心。愿天父上帝，互咱伫今仔日个礼拜，圣神亲像春天的风，亲像日出的光，亲像春天的梅雨雨水，分伫恁的生命，浇灌在你们心中。愿上帝甲咱三下地地，咱同心来祈祷。至圣、至尊、活命的上帝，愿伫你的面前起造这段敬拜你，愿将阮的生命搁一摆摆咧伫这段顶悬，求主你感纳阮，设立阮成做你的祭司，成做你拯救稳定的记号。愿天父上帝你扶持阮，亲像扶持但以理。主愿阮伫你的面前，重新得到开力。求你用你的话来洗清阮的家庭甲教会。求你用你的话，互阮的生命重新活伫你荣耀的形象。阮同心祈祷，我靠你的圣尊名，阿门。